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中东扫黑行动聊一聊这个以色列和伊朗的这个互射导弹、互相轰炸。目前的局势来看对伊朗的这个哈梅内伊来说这个教士集团恐怕相当不利。可以说这个伊朗的这个神权现在是岌岌可危，随时都有轰然倒塌的可能。我们先看这个 CCTV 的新闻，说6月18日凌晨，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地时间发表声明称，在昨夜今晨实施叫真实承诺3第11阶段行动中，革命卫队使用了法塔赫1高超音速导弹，意味着以军传奇防御终结的开始，以及以色列混乱和毁灭的开始。声明称，法塔赫导弹威力巨大，机动灵活，向以色列中部特拉维夫地区发出了强有力的信息。此次袭击表明伊朗完全控制了以色列的领空，而那里的居民在伊朗导弹袭击面前完全无助。据伊朗方面此前介绍称法塔赫高超音速导弹使用固体燃料推进剂，飞行速度达到13至15马赫，弹头配备球形发动机，确保导弹在接近目标时仍能保持高速机动。这个伊朗曾公开宣称，该导弹能在400秒内打击以色列第2大城市特拉维夫。据称这个法塔赫高超音速导弹最大射程1400公里，精度误差小于30米，弹头重量1500公斤。伊朗终于动用了它的超高音速导弹，并且宣称完全控制以色列领空。当然了，这个伊朗人说要控制以色列的领空这不知道是怎么控制的，用的是超高音速导弹控制，这个似乎也很难说得通这个特朗普他在他那个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掌控了伊朗上空的制空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掌控了伊朗上空的制空权。伊朗虽然拥有性能不错的空中探测器和其他防御设备，数量也不少，但这些根本无法与美国制造、设计和生产的装备相提并论，没有谁能比得上伟大的美国。美国说以色列已经完全掌控了伊朗上空的制空权，伊朗也号称自己掌控了以色列的制空权，这叫双方各执一词说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这话怎么说呢？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个互相对轰已经进入到第5天，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伊朗现在是力量越来越弱伊朗号称已经进入了第11轮打击，平均一天2轮有的时候3轮。从战争的第1天最顶峰伊朗向以色列射出200枚导弹，第2天只发射了100枚，第3天发射了50枚，第4天30枚。终于在今天早上，伊朗动用了这个超音速弹道导弹，但是它一共就发射了10枚左右导弹。作为伊朗唯一的反击手段它也只能用导弹对以色列发动袭击洗地盲射，也就是它唯一的反击手段，在以色列这个空军的打击之下，呈现出快速衰竭的状态。有很多人我看欢呼说伊朗终于用这个超高音速导弹了，这以色列已经没有办法招架了，根本没办法拦截。但实际上我看到的是，伊朗已经黔驴技穷因为这个超高音速导弹特别贵伊朗放得起吗？这一枚导弹射到哪去了？打击效果怎么样？这么死贵的导弹伊朗一共有多少枚？伊朗我看有媒体报道它一共有大概库存一共是3000枚弹道导弹，其中能射到以色列的不超过2000枚，这是它的家底。更重要的是，伊朗它的导弹发射车好像一共只有130多辆，它现在这个导弹发射车就在以色列这空军的这个应该打击范围之内，就它每次一发射导弹就被人家锁定，一锁定以色列的无人机就来了。它的导弹发射车这恐怕数量也是急剧的减少。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互相对攻第5天的时候，伊朗只发射了10枚导弹。特朗普说以色列已经控制了伊朗的制空权，这个恐怕是事实因为以色列的 F-35就在德黑兰的上空盘旋想炸哪炸哪。伊朗的2架 F-14战斗机还没起飞就被人家炸掉了，一架飞机都上亿美金的。我在以前的节目说了，伊朗打不起这个仗，耗不起伊朗卖石油对吧，就是他那个走私石油因为伊朗现在被制裁本身就穷，靠走私石油这个利润也被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给掌控了。
他哪有那么多钱呢？所以现在啊，这个时间是伊朗的敌人，伊朗的反击体系啊脆断，也就是突然崩盘，只是个时间问题。对这个神棍政权来说啊，这个战争啊已经进入垃圾时间。但是啊，即便这样啊，伊朗的这个教士集团呢，他还要做出一些强硬的姿态，要维系自己的统治啊，避免突然崩盘。所以这个当地时间18日啊，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凌晨发布声明称，必须强力打击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也就是以色列啊，永远不会与犹太复国主义妥协。还在嘴硬啊，说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因为新华社又报道啊，这个新华社耶路撒冷6月17日电，以色列军方17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已经打死伊朗最高军事指挥官沙德马尼。这个沙德马尼啊，也是够点儿背的啊。他担任这个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革命卫队最高指挥官，仅仅4天，自己就嘎了。这个沙德马尼少将前任啊，拉希德少将，在4天前，也就是以色列啊第一次空袭伊朗的时候，被以色列团灭了。随后啊，这个哈梅内伊就任命沙德马尼少将啊担任最高指挥官，而这个沙德马尼只干了4天就光荣的走了。所以说啊，目前啊世界上最危险的这个岗位，这个职位就是伊朗革命卫队最高指挥官。他的继任者啊，现在是胆战心惊啊，也是带着尿不湿工作啊。我记得啊，这个以色列打击这个哈马斯的时候，但是说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就是哈马斯的这个领袖，什么政治局的主席哈尼亚死了，这个辛瓦尔死了之后是谁啊？最后啊，一个一个的消灭。你刚选出来一个，以色列就帮你报销一个。后来网上有网友啊，强烈推荐啊，就是你这么搞，你这哈马斯的组织干不下去啊！强烈推荐，对吧？由这个加特老师，对吧？兼任哈马斯政治局的最高领导，遥控哈马斯。这样的话，你以色列总不至于跑到印度炸别人吧？所以按照这个方案的话，有网友又建议啊，这个伊朗革命卫队最高指挥官呢，最好安排这个胡锡进老师，或者是什么，还有其他的网上很多这个支援伊朗的这些正能量爱国大 V， 由他们兼任。我记得后来啊，这个哈马斯他不是搞这个集体领导吗？就没有什么主席这一说，都是领导。你看你炸谁，不管炸谁啊，这一次以色列啊已经把矛头对准了哈梅内伊。所以我说哈梅内伊这个政权啊，现在是随时都有垮他的可能。首先啊，是特朗普啊，居然发了最后通牒啊，当然类似于最后通牒啊，因为特朗普这人本身就不靠谱。特朗普在他的那个社交媒体上啊，发了个帖子，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他这么说的啊，他说我们完全知道那个所谓的最高领袖躲在哪里，他是个容易解决的目标，但在那里是安全的。我们暂时不会出手击毙他，至少现在不会。但我们不想看到导弹攻击平民或美国士兵，我们的耐心正在耗尽。感谢你们关注这个问题。这是特朗普啊对哈梅内伊的这个警告，就是说你现在在哪儿？对吧？大家都知道，留着你不杀，那只是暂时，就是你暂时安全。我暂时还没想着要把你干掉，但是随时也可能把你干掉。我们的耐心正在耗尽。那特朗普说这话是吹牛吗？似乎不是啊。特朗普在那个白宫那个什么军情室里面，跟他的手下啊在一起开会，开了1个多小时，很有可能在商量啊，什么时候要介入以色列对伊朗的这个打击。五角大楼一位消息人士告诉半岛电视台，如果与伊朗的外交努力失败， B-52轰炸机将接收任务。目前 B-52轰炸机啊，对吧？一部分是驻扎在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岛，在那儿一共有4架 B-52轰炸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啊，这个行动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其中主要是包括对核设施的打击。我看有人分析啊，就是对这个伊朗的这个藏在山里面的那个浓缩铀的这个装置的打击啊，还必须有美国的这个 B-52轰炸机，而且还得连投几枚那个钻地弹，就是1枚下去之后再来1枚，这个打击效果最好。所以说啊，要追求一次性的解决伊朗的这个尽大可能的打击它的这个核能力啊，恐怕必须要美军下场。特朗普正越来越有意动用美国军事资产空袭伊朗核设施，尤其是福尔多核设施。据报道，以色列目前没有用于摧毁地下深处工事的重型钻地弹，因此想要摧毁伊朗福尔多核设施，就需要美国的直接军事介入。特朗普本人呢，也在媒体表示啊，他已经没有太多的心情与伊朗谈判。特朗普本人啊，针对伊朗的目标
是结束，真正的结束，而不是停火。我觉得这个特朗普这个口号啊，是跟普京学的。普京，他对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啊，他也是啊，我们要的是结束，而不是停火。这话啊，被特朗普学会了。这个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顾问哈内戈比啊，17号说啊，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摧毁福尔多核设施，否则不会结束。哈内戈比说啊，以色列正在与美国保持持续沟通，但并未试图说服对方加入。这个伊朗的福尔多这个地下核设施啊，据说啊，在地下90米处，内部设有数千台浓缩离心机。目前以色列啊还没有这种武器可以打击这么深的一个目标。但是啊，这个当地时间6月17号，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部长德尔默啊，他发表声明称说，以方已摧毁伊朗铀浓缩设施，但以方将继续行动。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德尔默他说啊，以色列已经摧毁了伊朗的铀浓缩设施，伊朗核基地啊已经被摧毁，15000台的这个离心机全部被毁。那这么说的话，至少这个以色列啊打击伊朗的第一阶段目标，它已经实现了。那接下来是追求什么呢？很有可能啊，就是结束伊朗的这种政教合一的政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告诉美国媒体，他不排除除掉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来结束冲突。内塔尼亚胡表示啊，这个政权给我们带来了半个世纪的冲突。他恐吓中东所有人，轰炸了沙特阿拉伯的阿美油田，还在四处传播恐怖主义、颠覆和破坏活动。伊朗想要的是永远的战争，他们正把我们推向核战争的边缘。事实上，以色列正在做的就是阻止这一切，结束这场侵略，而我们只有勇敢地对抗邪恶势力，才能做到这一点。当被问及以色列是否会针对伊朗最高领袖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正在做我们需要做的事。这个以色列的国防部长6月17日啊说的就更加明确了啊。这个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啊，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应该记住，在伊朗的邻国那个与以色列对抗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最终遭遇了什么下场。这个卡茨说啊，以色列今天将继续打击伊朗的政权和军事目标。也就是以色列官方啊，已经把矛头已经指向了哈梅内伊，就连俄罗斯总统普京啊，都在警告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如果不能尽快达成协议，他的政权将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普京啊，作为这个哈梅内伊的老朋友，作为伊朗人民的老朋友，他虽然这个时候帮不了伊朗，因为他自己泥菩萨过河啊，自身难保，他也只能煽动这个司令官呢来搅局。但是这个时候啊，这个迪保老人呢，他一方面希望伊朗，对吧，能在这个中东啊把这个美西方给拖住，好为自己解套，所以他不希望这个哈梅内伊啊这么快倒台。虽然他现在没有办法直接帮哈梅内伊，不能直接帮这个伊朗政权呢，但是他希望啊哈梅内伊能够跟美西方合作，也先保住政权呢。这个时候啊，是真正的叫什么唇亡齿寒。如果伊朗啊被以色列给颠覆了，那么迪保老人在中东啊，那彻底没得玩。迪保老人已经失去了叙利亚，如果再失去这个伊朗，那就标志着啊，这迪保老人彻底失败。所以他希望啊，哈梅内伊能够听劝，赶紧跟以色列、跟美国先达成协议，把自己保下来。所以他现在啊，提醒这个他们尽快达成协议。根据媒体报道啊，在伊朗的请求下，俄罗斯总统普京联系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就是给特朗普啊这个唱了一首生日快乐歌，然后顺便谈起了啊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唱完了这个祝特朗普生日快乐歌之后啊，特朗普对普京明确表示，美国不会约束以色列，也就是以色列想炸就炸。普京随后啊将通话结果告知了哈梅内伊，并建议哈梅内伊迅速启动核谈判，称其政权岌岌可危。此外，普京还下令俄罗斯驻德黑兰大使馆人员撤离。当地时间6月17日，马克龙告诉记者啊，今天最大的错误就是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改变伊朗政权，因为这会导致混乱。
他说没人能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马克龙警告说，我们从来不支持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马克龙指出，美国和北约盟国此前在强制伊拉克和利比亚政权更迭上犯了错误，现在不应重蹈覆辙，因为这些举动导致了该地区致命的政治不稳定。马克龙说我们不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器，但也不希望该地区混乱。也就是马克龙现在也在警告美国、以色列很有可能让这个哈梅内伊这个政权崩溃。我们再看看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是怎么说的这个内塔尼亚胡他对媒体说他说居鲁士大帝当年解放了犹太人，今天也许轮到犹太人解放波斯人了。什么意思呢？2500年前呢，也就是公元前5539年，这个波斯帝王居鲁士大帝攻陷了巴比伦。攻陷巴比伦之后居鲁士大帝就宣布释放那些被流放的犹太人，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并重建被毁的第一圣殿。所以这个对犹太人对犹太民族来说，那就是救命之恩此举不仅赢得了犹太民族的感激，也奠定了他人君如开明统治者的历史形象。连犹太教经典称这个居鲁士大帝为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个是极其高的一个宗教肯定也就是内塔尼亚胡说2500年前波斯人居鲁士大帝救了这个犹太人，那么今天我们犹太人也要拯救波斯人。你说，所以在这种高压之下这伊朗内部已经是岌岌可危。伊朗的老百姓坐在自己的房顶上吃着爆米花，在那欣赏以色列战斗机轰炸德黑兰，甚至还有伊朗的老百姓上街欢呼庆祝，说炸得好。大家还记得吧？应该几年前7、8年前对不对？那个苏莱曼尼被美国人斩首之后那伊朗好歹还能组织个10万人上街示威，要砸那个美国的大使馆，对吧？要报复。你现在这个以色列人一次报销这个伊朗的高官10几个，伊朗连组织个像样的这个游行示威都组织不了。然后这以色列人动不动还警告，对吧？这个建议德黑兰的第18区的人或者第哪个区的人赶紧撤离我们要轰炸那个地方了。然后这个伊朗的老百姓立马跑去先去加油。现在说伊朗加油非常困难，而且他们加油站限制一次只能加比如15升或者多少，你不能加多。你说给我油箱加满不行。我记得以前这个伊朗它的油价比水还便宜结果现在油加不了了。你想想，这些要逃离德黑兰的人呢，他们开着车去加油站加油，一次加15这个升的油，加完之后再绕到后面去排队，再加一次，加3次才能加满，这样让这个加油的车队变得越来越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出城的车队也是越来越长，他们都离开那个德黑兰。这就是伊朗人拿脚投票，乞丐守德黑兰这一幕在伊朗对吧是不会发生的。然后你看伊朗内部有多乱了。伊朗的银行服务全面瘫痪，许多地方的 ATM 停止服务，读卡器无法使用，许多银行营业厅关门，人们担心自己失去了毕生的积蓄，恐慌情绪开始蔓延。这个是新华社报道伊朗限制全国互联网访问。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3日报道，伊朗通讯和信息部当天发表声明说，由于伊朗的特殊情况和有关部门采取的措施，伊朗限制全国的互联网访问。就是现在这个伊朗当地的这个华人说不光是这个互联网访问受限制，现在他们连发短信打电话都很难打通，因为这个要进行电子战电子压制什么的，电磁干扰。凤凰卫视报道，在以色列6月15日中午对伊朗首都德黑兰多地发动空袭后，大批首都居民开始撤离城市，德黑兰已经变成一个空城。这个凤凰卫视的记者说我现在是在去外交部的路上，可以说今天看到德黑兰的街上都没有什么车，人都跑空了，好多店铺都关门了，现在德黑兰的大巴扎也都关掉了。我们再看看这国际社会的这个反应首先网上有报道说巴基斯坦要站到伊朗这一边，甚至要用核武器来轰炸这个以色列。好像这个巴基斯坦官方辟谣了，巴基斯坦说我们的核武器是用来保护巴基斯坦人民的。所以很多这个正能量希望巴基斯坦朝这个以色列扔核武器，恐怕这个愿望又落空了然后这个说土耳其反对以色列袭击伊朗，土耳其也要站到伊朗这一边。但事实情况是什么呢？事实情况是以色列战斗机未受阻拦的进入土耳其领空。大家知道这个从以色列去轰炸伊朗
这个因为以色列离伊朗最近的地方都1000多公里，他要轰炸伊朗北部的话，他就必须恐怕有的时候他要绕过这个走土耳其的领空。轰炸伊朗中部的话，他要走约旦、什么伊拉克；他要轰炸伊朗南部的话，他要走这个什么沙特。这些国家啊，领空都向以色列开放。嘴上说着啊，我反对以色列轰炸伊朗，对吧？我要跟伊朗站一起，但是身体却很诚实啊。叙利亚总统宣布向以色列开放领空，你看这个连叙利亚啊都宣布了。而当伊朗，对吧，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的时候，这些国家部署的这个西方的军队啊，就在这个国家去拦截伊朗的导弹。你说气人吧？你说伊朗在中东哪有什么朋友啊？吃席的时候都来了，要钱的时候都来了，对吧？要他出力的时候一个都不见了。反过来还要帮这个以色列。当然了，我们的地保老人啊，普京那是严格遵守啊跟伊朗签的协议的。俄罗斯跟伊朗签的是这什么战略合作伙伴协议，那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这个协议的核心就是，当以色列攻击伊朗的时候，俄罗斯是不能帮以色列的。你看这一点啊，这个普京说他绝对能做到。德国总理莫尔茨力挺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莫尔茨说啊，这是以色列为我们所有人做的肮脏的工作。我只能说，我对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政府领导层有最大的敬意，因为他们有勇气去做这件事，否则我们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继续看到这个政权的恐怖行径，而且他们手中还可能握有核武器。这说简单一点呢，就是梅尔茨的意思就是打得好啊，赶紧让那个哈梅内伊下台。G7国家领导人发表联合宣言，称伊朗是地区不稳定和恐怖的主要根源，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以色列有权自卫。所以说啊，这个现在摆在啊伊朗这个教士集团啊这个神棍政权面前的选择，恐怕只有这个按特朗普所说的无条件投降，再顽抗下去啊，恐怕要不了多长时间啊就要崩盘了。当然有传言啊，说这个教士集团呢，伊朗的这些高层，他们都已经把自己的家属啊、家眷呐、财产啊，都在往第三国转移啊。当然了，恐怕更多的都是俄罗斯啊。哈梅内伊这个时候如果投降，对吧？自己呀，按照这个以色列、美国的意愿，把核武器全部毁掉，发誓不再搞核武器，也不搞什么所谓的什么核能源利用，就不要打着各种幌子和借口，企图搞核武器。而哈梅内伊呢？反正他互联网已经断了，伊朗人民也搞不清什么情况，然后对内宣传，对吧？按照胡锡进老师的指示啊，对内宣传就是赢了，赢麻了，赢了好几次。以色列已经后悔了，以色列是痛哭流涕啊，特朗普也已经跪下了，然后这样这个教士集团呢，说不定还能搞几年。总之啊，这个波斯人民的春天啊，恐怕马上就要到来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